詩篇29篇，洪水泛濫之時，耶和華坐着為王。歡迎大家嚟到呢個聖經導賞團。詩篇29篇呢係一篇讚美詩，係大衛一篇讚美耶和華嘅權能嘅佳作。29篇呢，不論喺個內容啦，喺個文學手法啦，都堪稱典範嘅。嗱，例如咧，29篇全篇呢都用咗一種叫做漸進式嘅敘事方法嘅，佢以疊加形式咧，逐步去探索，係非常之精彩噶。咁大家咧不妨喺呢方面多啲留意啦。29篇嘅篇幅咧唔長嘅，只有11節嘅啫，主要分為3個部分。第一部分咧就係第一、第二節係序言，而第10同埋11節咧就係結語。序言同埋結語咧喺原文咧都各自係16個字，都係以一個4行詩嘅形式去表達，首尾相承嘅。而中間嘅部分咧就係3節同埋第9節啦，記載咗耶和華嘅聲音，耶和華如雷貫耳嘅聲音。嗱，分3段啦。嗱，第一段咧就係第3同埋第4節啦，係講到耶和華神嘅聲音咧，佢雷聲咧係打喺海面上面嘅。第5同第6節咧就係耶和華嘅聲音咧響徹高山。第8同埋第9節咧就係耶和華嘅雷音咧聲動曠野啦。嚟到呢一度咧，心水清嘅咧就會留意到，咦，點解唔見咗第7節嘅？係咪漏咗咧？嗱，其實唔係漏咗嘅，因為29篇咧係以一個對唱嘅形式，係另外將第7節全句、第3節中間嗰句同埋第9節後邊嗰半句咧係獨立成為一段嘅。咁所以咧29篇嘅結構咧就係由5段4行詩，再加頭先嗰個3節、7節同埋9節獨立嘅一段而構成嘅，係互為契應嘅，相當工整。好啊，咁我哋而家先去睇一睇個序言啦。嗱，序言第一節咧，一開始咧就話：神的眾子啊，你們要將榮耀歸給耶和華。嗱，呢個歸榮耀俾耶和華咧，係一個命令啦，係一年咧係講咗3次嘅。咁呢個命令咧係好簡單同埋好直接嘅。但係咧，我哋就要問啦，神眾子係邊一個咧？嗱，唔同嘅譯本咧就有少少唔同嘅譯法喎。嗱，例如英文譯本咧 NIV 啦，就譯作 Heavenly Beings。係天使啦。NASB 咧就譯做 Mighty Ones， 係大能者嘅兒子。而中文嘅和合本咧係根據原文咧 Elohim 咧就直接譯做神嘅眾子啦。嗱，聖經咧就比較少咧係將天使咧係形容為神嘅兒子嘅，但係都有。譬如咧喺約伯記啦第1章，咁我哋知道咧神嘅眾子啊喺天上面去討論一啲嘢嘅，討論下約伯嘅。所以喺度咧，我都係採用咗原文同埋和合本嘅意思，就係神嘅眾子啦。咁神嘅眾子係要做啲乜嘢咧？第8節就講得好明白啦，係要敬拜耶和華。嗱，而敬拜耶和華咧係有 dress code 嘅，有衣着規定嘅，就係以聖潔為裝飾。點解啊？因為神講過啦，你們要聖潔，因為我是聖潔的。咁喺敬拜主要做啲乜嘢咧？就係讚美佢啦，係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。呢個理所當然嘅，我哋作為信徒咧，係對神嘅本質、佢嘅作為咧，作出一個肯定。而喺呢一度咧，都講明係要點樣去肯定嘅。就係第2節咧，就要按佢嘅名所當得嘅。嗱，耶和華嘅名咧，值得稱頌嘅地方好多。我諗起耶利米書咧，第10章第6節咁講啦，佢話耶和華沒有能與你相比的，你本為大，有大能大力的名。而29篇咧，正正咧係集中讚美耶和華嘅能力啦。能力呢一詞咧，除咗喺第1節咧，喺第4節同埋第11節都有嘅。咁我哋不如而家去再睇清楚啲啦。嚟到第3同埋第4節啦。咁耶和華咧嘅能力咧係以佢嘅聲音好似雷聲一樣嘅。咁耶和華第一聲嘅雷響咧喺咩地方出現咧？咁喺第3節就咁講啦。個耶和華聲音發在水上。耶和華打雷在大水之上。水同大水喺邊度咧？嗱，唔清楚嘅喎。若果我哋唔會意嘅時候咧，就一頭霧水啦。咁我喺度咧都建議大家咧放開思想去想象一下，以色列邊度有水咧？嗱，特別大水先啦吓。咁答案咧係非常之可能咧係喺以色列嘅西面，亦都係地中海啦。嗱，水上又點咧？水上咧而家我喺呢度咧係理解為咧以色列嘅東面約旦河啦。咁水同大水咧喺聖經上面咧好多時候都係代表咗混亂啊、失序啊咁嘅情況嘅。
耶和華嘅聲音咧，去面對呢啲嘅亂象咧，係大有能力嘅。對於種種失序作亂嘅情況咧，耶和華嘅聲音咧係滿有威嚴嘅。咁耶和華大有能力、滿有威嚴嘅聲音有啲咩作用咧？嗱，呢度好明顯咧，就係威脅啦。如果我哋一路睇落去咧，更加清楚啦。第五、第六節係耶和華第二聲嘅雷響。咁呢次喺邊度啊？嗱，呢次清楚好多啦，有名有姓啦。有兩個地方。第五節黎巴嫩，第六節西連，亦都係聖經所講嘅西門山啦。呢兩個地方咧，都係喺以色列嘅北邊。黎巴嫩咧代表啲咩咧？其實黎巴嫩咧對以色列嘅經濟啊、貿易係非常之重要。而西連咧就喺以色列嘅北面，係最高點，兵家必爭之地。咁耶和華嘅聲音對呢兩個地方咧有咩影響啊？震破香柏樹，係震碎黎巴嫩嘅香柏樹。而第六節咧係使黎巴嫩同埋西連嘅牛犢啊跳躍。先講下香柏樹啦。香柏樹咧喺當時咧係被認為係最硬嘅木材，係好珍貴嘅。但係神嘅聲音咧都能夠將佢震碎。嗱，當然香柏樹咧只係一個隱喻啦。我覺得咧香柏樹咧就代表咗嗰個地方嘅穩定，佢嘅繁盛。咁黎巴嫩同埋西連嘅牛犢啊，或者野牛犢咧，又代表咩咧？喺呢度咧，大家又要想象一下啦。嗱，我哋試下從以色列向北望，咁我哋要睇到啲乜嘢咧？睇到兩行啊，由北向南平行走向嘅山脈喎。一個咧就係黎巴嫩嘅山脈，另外一個咧就係反黎巴嫩嘅山脈啦。咁你遠望啦，你會睇到咩咧？係山巒起伏，似啲乜嘢咧？就似一群一群嘅牛啊，高高低低咁樣排列喺度。大家唔知諗到啲乜嘢咧？好啦，落去啦。佢話耶和華嘅雷聲咧，佢聲音咧係使之跳躍喎。咁跳躍係咩意思啊？嗱，跳躍咧最直接咧係跳舞嘅意思。嗱，跳舞係好開心喎，係咪咁開心咧？嗱，當然如果人跳舞梗係開心啦。但係呢度係咪人跳舞咧？呢度講咧係山脈跳躍。嗱，恐怕咧呢個就唔係咁開心啦。恐怕呢個係地動山搖嘅景象啦。咁地動山搖咁有咩作用咧？我覺得咧係擊打。我哋睇落去啦，第八節同第九節咧就記載咗耶和華第三聲嘅雷響啦。咁呢一次嘅雷聲落喺邊一度咧？係加低斯嘅曠野。嗱，如果頭先咧，我哋第三節同埋第六節咧，都包括咗以色列嘅東面、西面同埋北面。咁今次大家估下會係邊個方向咧？會唔會係南面咧？冇錯，就係南面啦。嗱，如果我哋睇地圖咧，加低斯嘅曠野咧，就係正正喺以色列嘅南方。咁除咗我哋頭先睇到咧，耶和華嘅聲音咧係會震動加低斯嘅曠野咧。喺第九節咧，佢講到咧呢啲雷聲咧係驚動咗母鹿落胎喎。嗱，落胎咧個意思又好奇怪嘅，就同黎巴嫩同埋西連山一樣係跳舞喎。但係呢個字咧亦都有扭動、好痛苦咁樣扭動嘅意思。中文譯本咧就好直接啦，就係譯佢落胎，亦即係流產嘅意思啦。嗱，如果咁樣仲未明嘅時候咧，我哋睇埋第九節下半句咧就更加清楚啦。佢話樹木也脫落淨光。嗱，呢個脫落咧唔係自然嘅喎，唔係按季節咁落葉喎，係突然間係非常態嘅一次過咧就脫落晒。咁所以呢度好明顯咧，耶和華嘅聲音所產生嘅作用咧就係摧毀啦。好啦，咁好快咧，我哋用三段文字咧交代咗神三次嘅雷響啦。剩翻咧就係第三節、第七節同埋第九節啦。咁我哋係點樣解釋咧？咁我哋睇睇嗱，或者我讀俾大家聽啦。第三節，榮耀的神打雷，行雷啦。第七節，耶和華的聲音使火焰分叉，諗起咩啊？閃電咯。第九節，凡在他殿中的人都稱說他的榮耀。喺殿中的人係咩人呢？第九節就講得好清楚啦。凡在他殿中的人，嗱，呢一個咧係有別於第一節天上神嘅眾子喎。呢個喺地上聖殿裏邊嘅人喎。咁無論天上同地下，咁相同嘅地方係咩咧？佢哋一同去讚美神。點解要讚美神啊？因為耶和華嘅雷火啊，只降喺以色列人四面嘅敵人，佢哋喺中間咧係唔怕嘅。
咁我哋回顧一下歷史下，當時嘅以色列人咧有咩敵人咧？咁我哋可以數下嘅喎。嗱，首先西面先啦，西面非利士人啦，東面咧喺約旦河嗰邊咧，摩押人啦、亞捫人啦，南面亞瑪力人啦，北面咧赫人啦。所以以色列人咧真係可以話咧四面受敵嘅。但係佢哋都唔驚，因為有耶和華大能大力嘅保護喎。嗱，喺度，我想同大家講咧，耶和華行雷去幫助以色列人咧，唔係單純係文學想象喎，係真有其事嘅喎。喺呢度咧，大家參考下撒母耳記上第七章啦，記咗啲咩事咧？喺嗰度講咧就話撒母耳咧係招聚以色列人咧嚟到米斯巴做啲乜嘢啊？去禁食，去禱告。嗱，好事啊，敬拜耶和華啦。咁但係咧，以色列人嘅宿敵咧，非利士人咧就知道呢件事咯。佢哋咧就從西面咧攻擊啲以色列人喎。咁以色列人當然係好驚啦，就叫撒母耳咧就求告耶和華嘅幫助啦。咁喺第七章第十節咧就咁記載啦。佢話當日耶和華打雷，發出極大嘅聲音，使非利士人咧潰亂啊，然後咧就敗喺以色列人嘅手裏邊。咁呢件事之後咧，真係制服咗非利士人喎。喺撒母耳有生之年咧，非利士人咧再唔侵擾以色列噶咯。為咗紀念呢件事咧，撒母耳咧就喺米斯巴同埋善中間咧係立石為記。撒母耳咧就稱呢嚿石叫咩咧？以便以謝。嗱，以便以謝係咩意思啊？佢話到如今耶和華仍然幫助我們，以便以謝。咁耶和華係咪打贏晒咧？戰爭贏咗未咧？嚟到第十節同埋十一節咧，就係廿九篇嘅結語噶啦噃。好，喺第十節咧就有兩次講咗耶和華坐着為王，為王咧嘅意思咧就勝利咗啦。喺第十節第一次咧講耶和華坐着為王咧，係當洪水泛濫之時，佢係坐着嘅，係完成式嘅，係指向一個咩嘅歷史嘅事實啦？就係洪水啦，係嗰一個洪水。洪水泛濫之時係代表咗咩啊？係代表咗神係審判呢個世界，係用洪水咧係毀滅一切。但係咧，唯獨啊用方舟拯救挪亞一家。第一次耶和華坐着為王咧，係公義去審判呢個世界，係佢以信實同埋慈愛咧拯救義人。第二次嘅坐着為王又點咧？係要表示耶和華咧係仍然作王嘅，作王到幾時啊？係直到永遠。作邊個嘅王啊？第十一節，佢嘅百姓。邊個係耶和華嘅百姓呢？耶和華嘅百姓呢係蒙神選召，我哋呢一啲嚟到神面前嘅人，大家都好熟悉彼得前書第二章啦。佢點講呢？我哋係一班咩人呢？係被揀選嘅族類，係有君尊嘅祭司，係聖潔嘅國度，係屬神嘅子民。咁耶和華係點樣對待佢嘅百姓嘅呢？第十一節啦，佢話佢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，仲有佢必賜平安嘅福俾佢嘅百姓。嗱，平安 Shalom 就係和諧啦，人與人之間嘅和諧啦，人與大自然之間嘅和諧啦，最緊要就係人與神之間嘅和諧啦。嗱，我哋梗係多謝神賜俾我哋呢咁嘅平安啦，呢啲咁嘅福樂啦。但係我哋都會問喎，咁點解要俾力量我哋咧？嗱，呢個力量咧非同小可喎。而家呢度賜俾我哋嘅力量咧，同埋一個字喎。咁神賜力量俾我哋，係咪都叫我哋要做嘢咧？咁可唔可以就係出糧而唔使做嘅咧？唔通平安嘅福同埋賜嘅力量係有關係嘅？咁我又諗起《申命記》33章第25節喎，你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點解咧？就係神會按我哋嘅日子，我哋嘅生活需要咧，賜予相應嘅力量同埋支援嘅。咁我哋將來嘅日子係點樣啊？原來咧，將來咧，我哋係會同神喺榮耀嘅國度裏邊咧，一同作王嘅喎。咁喺呢度亦都解釋到點解咧，我哋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喎。因為無論係榮耀又好，能力又好，都係從神而嚟嘅，所以我哋真係要歸榮耀俾神啦。好啦，嚟到呢度咧，11節解晒㗎咯。咁我哋去反思下，人生咧不免經歷風暴嘅，有時咧我哋甚至會俾人攻擊，感到四面受敵嘅。
嗱，呢個可以發生喺個人啦，亦都可以發生喺信徒嘅群體當中。喺呢一度，我哋就單係你個人而言啦，你人生裏邊有冇經歷風暴咧？你經歷乜嘢風暴咧？你係點樣去面對嘅咧？有冇人同你一齊面對咧？喺暴風雨嘅裏邊啊，你能唔能夠咧信靠神係會幫助你咧？神係會賜你力量去克服種種嘅困難、種種嘅挑戰咧？喺當中，你有冇留意神斥責風浪嘅聲音咧？嗱，耶和華已經得勝啦，佢勝過一切啦。佢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遠咧，都坐着為王嘅。佢召喚你成為佢嘅百姓，你會點樣回應呢？我哋係咪應該係以聖潔為裝飾去敬拜佢呢？廿九篇咧俾咗我好多嘅啟發，希望大家咧都歡喜廿九篇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講到呢度為止，再見。